首期18萬就可以買到7米長嘅大橫廳嘅140方嘅大3房單位啊！而且業主係配咗吧台嘅位置，全屋係做咗風管機嘅設計。呢度咧係三鄉嘅雅基樂魚龍山星耀一期嘅140方4房改3房嘅。我哋主陽台景觀咧係望翻我哋個河景，遠處望別墅，視野係非常之開闊。而且呢邊咧仲係東南一個朝向嚟嘅。睇下呢個無主燈嘅設計係咪非常之大氣呢？8人位嘅大餐台都可以安排上，呢排咧都可以早排嘅酒櫃喺呢邊咧都係冇問題嘅。呢邊打開呢個窗，形成南北通透。我哋嘅廚房係將近10個平方雙開門嘅大冰櫃，可以安排上。呢邊望出去視野景觀咧係特別舒服、特別靚嘅別墅景、山景、河景，盡收眼底啊！喺呢度炒菜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喎。入嚟我哋休息區咧係做翻3間房嘅，喺右手邊咧就我哋嘅乾濕分區嘅洗手間，都係做咗乾濕分區嘅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客房啦，空間都唔細，1.5米大床都可以安排上嘅。入嚟先睇下呢一間客房咧，係配備咗床、到頂嘅大衣櫃、空調都安排上。呢邊仲係東南一個朝向嚟嘅。入嚟睇我哋主人房咧，係個套間嘅設計嚟嘅。我最中意呢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咧，係配備我哋浴缸位置，空間係非常之大，將近6、7個平方啊。入我哋主人房咧，現時係擺咗個2米嘅大床，到頂嘅大衣櫃，喺嗰個位置咧，仲可以擺個梳妝台，女主人最中意嘅位置。而且呢邊係東南朝向，望出去視野景觀咧，都係特別舒服嘅。18萬嘅首期就可以買到7米長嘅大橫廳140方嘅大3房單位啦。現時首期咧俾18萬，月供咧大概係3000零蚊，你就可以做入住啦。呢度咧配套又成熟，樓下咧有大型嘅商超啦。到港珠澳大橋咧只需要半個小時嘅，依家登獻路開通咗，2個紅燈，5分鐘咧就可以到神昌廣場。衣食住行咧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如果你最近想喺三鄉嘅中心位置揾間大嘅3房單位，呢層單位咧一定要過嚟現場睇啦。小波子公司咧就喺樓下嘅德賢優選房嘅，睇落非常之方便嘅。睇樓記得揾小波子。